大家好啦，咁今日咧我就想拍一個特別嘅 BS 片啦，咁就呢段片就會介紹9把劍嘅，咁就係今次特別片嘅主要重點啦，可以話。咁就而家介紹啦，輝聖劍3張，暗黑之魔劍1張，救人之骨劍1張，黑松之妖刀1張，白夜之寶劍1張，天空之光劍1張。光翼之神劍1張，滄海之大劍1張，同埋深淵之巨劍。咁就我點解會拍呢啲片呢？咁就係因為我網上暫時未見到有人拍呢啲介紹劍嘅片啦，咁我就想自己試下拍啦。咁就希望令自己嘅頻道可以突出啲啦。咁就另外今日要介紹嘅嘢就係抽獎啦。咁如果琴日有睇我上傳嘅片，我就講話會舉辦抽獎，咁就名額有13個，咁就我已經整咗頭獎、二獎同埋3獎，咁就我會更改啲嘢嘅。咁頭獎、二獎同3獎啲 X 分別有3張同埋2張，即係比琴日嗰啲多咗1張。咁呢個就有3張 X、2張 X、2張 X，咁就冇咗啦。咁我而家講埋安慰獎啦，安慰獎就有3張 R 同埋5張白卡嘅，咁就要參加嘅方法就好簡單嘅啫。咁只要喺我最新嘅影片入邊就 like 我個影片，同埋喺回應嗰度就寫I join 或者我參加啦。咁就同埋訂閱我嘅影片，咁就你就可以有名額參加㗎啦。咁其實訂唔訂閱都冇所謂。咁如果我嘅訂閱人數增加去到100咧，咁我就會舉行一次大型嘅抽獎，咁就名額到時會多啲嘅。咁就希望你哋會踴躍參加啦。咁我睇翻段片，咁我呢個抽獎已經有8個人參加啦，咁反應可以話好踴躍嘅。而且訂閱人數由琴日嘅65個升到今日嘅69個，咁我都幾開心啦。咁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訂閱我嘅影片同埋 like 我嘅影片嘅，咁拜拜。